今日来到嘉义县要访问嘅係民進黨提名嘅嘉義縣長參選人，也係現任嘅縣長鍾華官。縣長您好。您好，大家好，我係嘉義縣長鍾華官。县长，您是不是跟客家有渊源？其实我上次那个客委会主委来看我们那些三盖公楼，他说我们应该是渊源上都是因为我妈是溪口人嘛，溪口那里都是55%是客家人，可是我们大部分是福佬客哈，从福建、广东这边过来的，所以我们大部分都是隐性的客家人，所以不太会讲。那真正比较显性的，就是在水上中埔到竹崎哈民雄这里，在我们嘉义县的丘陵地这边，尤其现在这个客家会馆这里核心地区啊，这个像核心村的37里啊，就有60几户，都是在桃竹苗那边哈北部客哈2次移民来这个公关龙顶做事的时候所以那个都是2次的北部客。那我们像溪口那边大林比较多的是福佬客福佬客，所以血缘上我应该是有客家血统，只是我们嘉义县大概1万多个显性的客家人，那包含隐性大概有4万多人。虽然嘉义县的客家人口不是说太多，不过我们也有像中埔这边有嘉义县的客家文化会馆，溪口也有。还有竹崎都有，其实都有，大家都慢慢想，比较增加了客家意识。那未来如果您连任县长，您觉得这些客家的馆舍，其实它就是一个聚会的重点。那未来您希望还可以怎么做，让他们更活化？我觉得要让隐性的客家子弟能够出来就学客家文化、语言、生活习惯、美食、歌谣等等。所以其实这一个客家文化会馆是我当立委的时候我去争取的，因为原来我是台湾烟业的理事长全国，所以其实客家人跟烟业都有很密切的关系，大部分都是有烟楼的地方都是在丘陵地，然后都是有烟楼的地方。所以我后来发现我们在公卖制度停止之后这个验烟厂闲着没用，所以我就向国有财产局移拨5厂移拨给中埔公所去管理，然后他们再委托我们嘉义客家文化协会来做一个管理。那嘉义县目前有三个，一个就是这个中埔这一个客家文化会馆，然后第二个是竹崎乡的鹿满烟叶文化馆那第三个就是溪口的这个客家会馆那溪口是文史的资料他收藏的比较多，而且他们在文化方面譬如说家有稀客微电影的拍摄还有他们就是精彩一条街新乡传情，我们请一些在地艺术家来协助他们，每一家都做一个跟他行业产业有关的特色的一个邮信箱，所以做得非常不错了。但是嘉义县政府是从916年开始我们开始把客家语言放进去这个全县的语文比赛。这个是对我们客家的下一代一种鼓励，大家才会讲，不然到现在比较欧巴桑耳机上的部分会讲，到小朋友都不太会讲了，所以我们要赶快让这个客家的文化、语文、歌谣，让它赶快再复活起来所以我们要赶快再浇水施肥。以您这样子推，就是把它教学放进来，这个成效您觉得如何？我觉得成效不错，就是我们101年这个完成这个移拨手续然后把这个馆藏修建以后，馆藏充足，然后像昨天我开始又把这个附近这个地方变成假日的那个市集。因为这个客家会馆刚好在台18线跟台3线的这观光轴线的焦点上面。那台18线大家知道就是要去阿里山的一个观光的主要的一个路线，台3线呢就是要去西拉雅风景区人文水库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道路那这个地点刚好在2个观光轴线2个国家风景区的一个交叉点，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同时设了我们的旅游资讯中心，然后呢客家协会呢
他们就很活泼。他们除了收藏哈，好辛苦去收藏所有的这些我们的客家的文物哈，就可以看到我们客家人哈，我觉得应景的精神、勤劳的精神在这里真的是一览无余哈，就 Q 死的啊，就认真的，就打拼哈，这都是客家人的精神，而且不服输啊。所以我觉得客家的精神是要怎么样让它发扬光大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哈。所以我们在陆续这几年里面哈，把3个客家馆都把它充实，包括他们到社区里面，我们尽量啊也申请客委会的一些社区的一个建设。那当然这方面我们因为客委会大部分的资源都放在桃竹苗跟屏东、高雄，这一点我真的要好好计较一下。像我们这个地方虽然是隐性人口，可是我觉得你要复兴客家文化，要复兴，就要从我们这边开始啊。所以我是很努力在做，但是目前为止我的程度只有到欣赏客家美食，客家话不会讲。您自己有想说也要把客语？我想要学那个客家的国歌客家本色结果还不太会唱。然后我们这个地方客家诗跟我们所有的乡镇的诗也不太一样嘛，我们是开口诗跟其他的乡镇的那种闽南的传统的这种狮头是真的不一样，所以我们这边的开口诗方嘴的开口诗非常非常的活跃活泼，真的是我们这里非常有的一个特色。我们讲到整个嘉义其实还蛮多乡亲，客家乡亲可能是以务农为主，所以其实很多乡亲都很重视农业这个部分。那以整个嘉义的发展，您接下来如果连任，您觉得你最主要的政见会是什么？嘉义县几乎一半的土地人口都在从事农业那换一句话讲，在20世纪，政府是大力在推动工商产业的时候，让台湾走向现代化的国家。所有工商县市是站在我们农业县的肩膀上去一日千里的成长。然后我们农业县其实都是当养分输送给别人在原地踏步走。所以我们农业很辛苦在经营还好有客家的应景精神大家还是趁着把这块土地保护得很好但是我们这个未来的农业必须要面临21世纪是整个环境一个很大的变化，因为大家都有看到现在整个气候变迁整个这一种食品安全的问题会是21世纪最重要的问题。那我在想，农业其实是我们的劣势，可是会变成只要我有眼光的话我的政策方向对的话，我们是有机会变成农业是一个20世纪说农业看天吃饭，现在21世纪我觉得大家都要看农业吃饭。所以对于农业政策呢，我有几个想法，譬如说我们不再以量去辛苦的耕种，而是说怎么让农2代、农3代进来，用新的一些知识技术，然后用网络行销、宅配甚至于呢，我们做品牌农业、精致农业品牌农业，譬如说我们的甜瓜，我就给它注册啦注册的叫做甜姐儿我到制裁局注册我现在是卖1颗300到500，以前我们是一堆藏在地上，那一大堆卖不到300块，那我现在都是一颗一颗的独生子策略，都是站立式的，但是我每一颗把其他的剪掉以后，剩下1颗，然后呢，我们这1颗呢，我们都有甜度的保证，15度15度的甜度然后呢，身材都跟林志玲一样，都是550 gram 到600 gram， 就是太大的我们筛选掉，太小的筛选掉，所以其实这样子的生产，我们现在1颗都卖300到500。同样的，像小番茄，像我们这边的丝瓜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农特产品呢。我们现在慢慢的就是往品牌农业跟精致农业在发展我想这样对我们这样农业县才有一个预先走2-3步，我们才会有活路活口
而且你必须要跑着哈，让将来政府服贸过去了，货贸过去以后，政府开大门啊，这个国外政治强国，他们所有的这种农特产品一进来，我们事实上在竞争力上面哈，以量取价的哈，我们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必须要走先前2、3步。所以现在我们嘉义县政府正在规划食品安全大楼。食品安全大楼就是我去年大汤油、细汤油的时候，我发现食品是现代人哦，现在是我注重养生，我怕死，我不怕贵，所以我们怎么样让食品确定它是安全的？那绝对不是靠眼睛去看，要看机器检验机器去检视。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有计划盖这个食品大楼在县政府旁边那里。那对嘉义县有一些比较旗舰的、主要的、有竞争力的农林渔牧产品呢，我们都做一种检验，然后将来我们有自己的品牌，我们会给消费者一个认证，安心的认证，这个才是品牌农业的一个基础。你如果没有一个认证基础你就不会有品牌农业的推销。然后精致农业，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些，那配合我们的观光文化，我觉得嘉义的农业是会不错的。等于说县政府自己就成为一个农企业，来帮助农民一起去行销这样。而且我现在就是县政府，我们免费辅导他们去做设施农业然后去做品牌给他们免费可是我们要协助他们来做这个品质的认证，因为我觉得你必须要先有品质的认证、安全的认证，然后有品牌，才有能够保障你的价格跟品质。所以有这2种以后呢，我们就很容易提高农民的收入这个是远比你说去拜托谁帮我们买多少、进口多少这个农产品还要实在一点。因为嘉义必须要往这个方向走，所以我们现在包括实验室，我们现在都是跟日本在联系，就是说我们用 GACP， 就是日本的实验室的规格来做这个实验标准。换一句话说 ，Give me pass GMP， 大家变成大家通用的，都认为消费者的信心已经失去了。但是我们现在以后嘉义县政府，我们自己的品牌，我有 GACP 一个标准的话，这个是可以给消费者一个信心的。那县政府既然不是营业单位，我当然就是源头管理，从严去做品质的认证。只有这样子，才能够让消费者知道产地的良心才会有消费者的安心跟信心。我们讲到这次选举其实很多人都会说嘉义县是民进党可以说蛮完全执政的县市从县长到议员其实到基层都其实民进党的比例是很大的。那其实也很多人会说到说，这次您的对手当然跟上一届主要对手是一样的。那比较大的变数，可能就是您的官司的问题，可能会是有变数的。那您怎么看您这一次的选情？我基本上我觉得这次选举呢，我是在挑战我自己。过去的我今天是不是能够更进步能带给嘉义更好的一个未来？我觉得这个才是我关心的。至于对手是谁政党政治都会有对手如果说一个公司的产品第一次卖不好，第2次又滞销卖不出去，第3次再出来，你如果没有做产品的改善，基本上它不会符合，它不了解消费者的心态所以我觉得做县政呢，其实是要用心去经营。所以我常常在讲嘛，选县长就是在选明天用的县长一定要有一定的高度他是在看未来的施政，他的政策跟方向要对。现在失之毫厘，未来就差之千里。那我们很明显看到嘉义20世纪的贫穷落后这是整个50几年来嘉义的成长曲线都是往下探底。不是挂啦，不是单名文家开始探底，是从以前到现在50几年了都这样。为什么？因为嘉义海边就是台盐的土地平原有1万多公顷是台糖的土地，山区都是国有林班地，这些土地加起来几乎1/3，占嘉义的土地1/3。
可是长期以来，这个台盐只能拍盐，台糖只能种甘蔗，林班地只能种合约的林务局合约的那几种树种。这个东西让农民很难生存嘛。现在2000年台盐自己都没办法经营下去，就停止自研了嘛。台糖现在只剩下2家糖厂了，他自己都进口出糖了，所以这些土地怎么办？我们过去的50几年的青春都被他们浪费掉了。那山区的话呢，农民比较灵活一点。现在我们茶叶不错啊，嘉义高山乌龙茶不错，所以他就改种乌龙茶。可是这个又不符合林务局的合约的这个项目哈，他就反正被他查到了，就给你合约就不让你继续哈，所以变成是老百姓有老百姓的苦，政府是不是能够用同理心来了解老百姓的问题、农民的问题啊？所以我觉得嘉义县这些年来，我很清楚知道我们的体检报告，我们的现况是在哪里，我们的问题在哪里，我很清楚。我觉得民意代表只要发现问题，去把它了解问题就好。可是当首长真的要会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还要有化解问题的能力，还有这个能力。所以我很清楚，在过去这一届里面，我的5心除了同心、爱心、信心还有这个全心以外，还有一个进取的心。因为我先把当下我们整个人口结构里面的弱势族群都照顾好。譬如说，我们的老人人口16.53% 是全国最高的，可是又不是最长寿的，那的问题就出在哪里？问题是出在我们的年轻人都必须要严重外流去外县市找工作，所以怎么样让他们回来，才能真正彻底解决我们这个老人结构不扭曲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要开辟工业区啊，可是竹科、中科、南科，真好笑中科上次4期扩建计划的时候，我跟陈明文要去争取，结果中科说对不起呢，我们中科只有从苗栗到云林，说云林有中科哦，你们嘉义应该是属于南科管理局，你赶快去找南科。我第2天就真的去找南科管理局，那时候是戴谦当局长，他说拍谁啦？我南科最北从台南往南去，你们嘉义应该属于中科。我一想难怪嘉义每一次都属于边陲的命运好像易中易难，结果是不中又不难，这是嘉义的悲哀的边陲命运。但是你说我是不是有办法点石成金，一下子让嘉义翻转过来？当然不可能。所以我现在过去这4年来，我就是把照顾好我们的弱势族群，男女老幼，把它照顾好，让它变成一个安居乐业的一个有居安、有食安、有治安、有住安的一个田园城市。所以我想，我虽然我们的财政是大概是现在全国最差的一个，因为离岛有离岛建设条例，澎湖、金门、马祖3个县加起来没有我一个乡镇大，人口没有一个乡镇大，可是它有离岛建设条例，300亿是专款专用的基金现在连花东都有花东建设条例500亿耶，我们嘉义什么条例也没有所以只有靠我们要用什么没米会到格啊呼，这个时候我的客家的本性就流露出来了没米会到格啊呼的对了，所以要引进产业，中央不理我，地方没有钱，我怎么去做？我就用促产条例，就是鼓励民间自带资金进来，自负盈亏。换句话说，民间他很会精算的，他会赚他才要来做可是他带着资金来赚的话，卖得成功，他赚也是应该的。可是如果万一失败了怎么办？是他要全部自己承担所有的责任。所以县政府完全没有钱，不出一毛钱，我们只是委托他开发。所以我要在这边再讲官司的问题。其实我没有官司的问题，现在起诉我的是92年度大埔美香草药草的事情，
那个时候我当立法委员，陈明文才是县长，所以陈明文以下到秘书长到处长到主办的都被请去检调单位问了那么久，到天亮，就是没有有职权，没有图利，也没有收贿啊，厂商也没问题啊，为什么去年突然把这个案子翻出来？以当时候我是立委的一个身份，怎么会用实质影响力这种字，没有法则的这个法学概论里面大家都很争议的东西啊，来硬把我起诉贪污啊？那当然现在一审已经判我无罪，这个其实很简单的逻辑嘛，跟我不会有关系，因为立法委员没有职权嘛，所以我相信司法还我清白是合理的，我也不认为它会造成我任何的困扰啊。对手当然是希望能够用这个来讲这些是不是有这个司法的效应，我想一审已经很清楚，很快的就已经判决出来哈。所以我觉得整个起诉的过程大家也都看过，当时候456人哈，全国动员检调单位这么多哈，是规模最大的一个啊。我觉得我的问题不出在我是彰化冠，我的问题是出在我是嘉义县长这4个字，所以我不认为这些会造成问题。那我很有自信，我反而是认为是说，怎么让嘉义在下一个世纪，在未来的4年里面，让嘉义走出一个新的一个时代，这才是我要做的。所以让嘉义走出开创新时代，工业的新时代，文化的新时代，观光的新时代，教育文化的新时代，这个才是我要做的，我一个格局啊，一个高度。所以我常常讲，县长啊要有鸟的视野，要能飞得高，再看得远，但是也要有虫的思维。你要在基层，所以我情下基层啊，所以我都了解老百姓的苦在哪里。所以我觉得我们中央有些历史包袱的这些问题，事实上你是必须要站在老百姓这边，用同理心去想，去怎么做一个政策性的一个问题的解决，而不是把责任推给谁跟推给谁，这个反而不能解决问题的。今日今日來到港議院愛訪問的是國民黨提名嘅港議院總參選人翁春軍參選人您好。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我們知道嘉義縣其實客家人口比例並不是太高，大概7%，可能38000到4萬多人之間。那您在基層耕耘那麼久，您可不可以跟我們說說您對嘉義縣在地的客家的印象是什麼？我们一般接触的客家人是比较少的，乡亲是比较少的。另外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在客家人跟我们就是本地人融合的程度也很高，所以基本上也看不出，有时候根本看不出来他们是客家人，或者是他们是本地人。所以在这一方面的接触上面，我们大概都是要透过他们客家文化协会的这些活动，才有机会去认识这一些客家人，也进一步了解这一些客家的文化。所以我大概参加了几次他们的文化活动之后，我个人觉得客家人他们基本上是一个比较传统、比较保守的一种就是一种乡亲的形态哈。那另外就是说他们的很多的活动，在举办的时候，也都跟我们传统的这些汉民族的文化是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哈。那所以我们在跟他接触的时候，就是会感觉到他们是很真诚、很朴实，然后又是一个很团结的一个民族。您刚刚提到，其实因为很多嘉义客家乡亲都我们说服老化、后落发，对，那所以很难发现，那就要靠一些重点的活动凝聚大家乡亲的凝聚力这样子。所以一些馆舍
对像这样子的地方其实就很重要。所以嘉义县其实中埔有客家文化会馆，然后竹崎也有。然后就是其实溪口也有，对，就是有比较相关的客家的相关馆舍，那可以凝聚乡亲，办活动，让大家知道，哎，嘉义也有客家。那未来如果您当选嘉义县长，您会对这些馆舍有什么样的想法？它有什么需要加强，或者说可以改变的地方吗？其实我觉得我们嘉义县虽然客家人不多，但是还有几个客家的会馆哈。那这个会馆基本上就是他们聚集的一个地方哈。那像我们嘉义县客家文化会馆在中埔，那时候是黄主委当主委的时候，我极力帮我们这个客家乡亲争取到的哈。那溪口跟竹崎他们也各有特色，但是我觉得要怎么样去让这些客家文化里面来让他们更深入的了解，大家深入的了解客家文化，或者让这些客家的乡亲他们更具备他们的这些传统的这种特色，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一环。所以我想，第一个我个人觉得，将来如果当县长之后，我觉得大概对于客语的这一方面的认证或者是推广是相当重要的。我们大概所了解的就是台湾其实800万的客家乡亲，但是真正现在有在使用客家语言的，其实我看大概只有1/4，200万左右。那嘉义县尤其它的这个比例会相对的更低，因为它就比较少，更少。那跟本地的这个接触跟语言，他们会相对的会更多，然后他们会把原始的这一些客家的语言会更少去接触，所以他们用客家语言去交谈或者是沟通的机会可能比较少了。所以我个人觉得，将来第一个我们可能是要推动一个，就是像客家语言的这种认证的活动，就是我们客委会一直在推动的哈。比方说我们这个客语的这个新传师这样的一个推动哈，基本上都是希望说能够再把他们客家的这些母语能够做一些保留。那透过这样的一个客语的这个保留，然后我想对于整个文化，他们才有办法去做一个深入的了解，这是大概第一点，我想必须要去做的哈。第二点，当然我们觉得客家文化也是很重要的哈，所以我们希望在我们的几个客家文化会馆里面，比方说我们的中埔、我们的竹崎跟我们的溪口，在这些客家会馆里面，要把他们的比较特殊的这些文化能够做一些介绍，或者让他们在那些聚集的时候有一些基本的文化的这个素材，让他们在那边讨论，或者让他们去做一些这一方面的探讨，甚至于像这一些我们可以开一些这个研习班，来让他们对于自己的母语或者是自己的母文化里面做更深入的一个了解哈。所以我想将来要善用利用3个会馆去做客家文化的一个推广哈。第3点，我想我们也希望说，透过产业文化的活动，来帮助他们了解他们客家的产业，进一步也会深爱他们自己的这一些文化哈。所以我们过去在参加很多客家的这些活动里面，比方说我们那个麻薯，我们台语讲的叫七拔哈，那个其实都是很有意义的活动，就一群人哈，然后那个很大的刀俎，这样子大家一起在那边合力在那边撞击，然后把它做出来的这种糍粑，又是很好吃的，又是很有特色的，像这样的东西，比方说我们在溪口里面也有像我们的盐菜，就是咸菜，那些都是很有特色，豆腐乳椒饼这一类的东西，其实这些产业基本上也都可以协助我们的这些客家乡亲，让他们发展他们自己特殊的产业。在今天我们在讲农村再生的时候，我们有很多客家的产业也是可以跟农村再生结合的，然后发展出一个村落或者是他客家族群里面、客家聚落里面特殊的、特有的这一种产业。我想这样子是可以帮助我们的客家乡亲的。您讲到产业，我们就可以进一步来讲您的政见哦。就是其实很多在地客家乡亲，是务农。
为主。那其实农业在嘉义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产业。那您这次其实也是第3次争取嘉义县长。那您接下来您希望说农业这个部分，嘉义县可以怎么来做？我想嘉义县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县份哈。那我们务农的人口是占绝大多数的，但是这个农业，我们现在在中央，就是由我在当召集委员的时候，我们曾经审查通过了，就是所谓农村再生条例。那接下来我们就是农村再生基金里面，我们也要求它编足1500亿，必要的话还可以增加到2000亿。那这个2000亿的这个农村再生基金，基本上我们后来追加的这500亿，就希望能够发展农村的这个产业。那农村的产业里面，我个人觉得，将来我们除了要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休耕田活化的一个状况，我们既有的这种农村的产业当然要保留，就是像水稻啊，或者是薏米这一类的大宗物资的东西，我们当然是要保留下来。还有像有一些地方，他们自己地方上有地方特殊的产业哈，就像我们有些是种水果的，有些是种比较高经济的，像高阶梨这一方面的，或者是有一些它是渔温养殖的，这些当然我们传统的东西我们都要做一些保留。那像将来我们像这一方面的产业，我们是比较希望能够发展比较特殊的，就是比较精致的。设施农业这一方面的，比方说我们现在，嘉义现在像我们这个小的那种玉米或者是圣米的小番茄，其实价格是卖得很高的。这种小番茄就是一小盒大概都150到200块钱左右，而且订过的时候都很难订过，它的甜度也都很高的。那这个都是我们将来要发展的。另外就是说，比方说我们现在也有所谓的梅龙瓜那一种，就是一颗才长一颗的梅龙，那这个甜度都是很高的。然后我们每一颗梅龙我们可以卖到150块钱以上，那这个都是很高经济的产值哈。那比方说我们义竹的洋香瓜，几乎是全省，主要我们一出来的时候，全省各地都订购一空。连我们自己在家乡里面，有时候都买不到哈。那还有很多像白苦瓜、白色的苦瓜啦，还有这种竹笋啦哈，还有很多我们的这个像甜椒之类的这种农业，其实都是我们现在未来在我们农业县里面，我们将来要发展比较高经济的这种精致农业，这种设施农业，其实是我们将来发展的一个重点哈。那最近我们在财政委员会里面也有推广的所谓的创柜版的，就是微型创业的部分，它跟我们这种就5000万元以下的这种小微型的产业，那比方说我们过去都是 OTC 的。或者是我们要上市要上柜，要上新柜，然后上柜，然后再上市。像这种中小型的产业或者大型的这种产业，基本上它跟我们的农业马上要做接轨是比较困难的。但是我们现在希望说，像这种创柜版的这种产业，我们希望能够带进现代的这种农业来跟它做一个结合。所以我们在农委会跟在财政委员会，我们也大概做了很多的建议，就希望将来我们把地方的特色的这种农业，把它做一个整体的规划，从我们的休耕田怎么样去把这一些租下来，然后让青年如何去取得土地，就休耕田取得休耕田的土地，然后要如何取得他资金的这个挹注跟支持，然后我们再透过一个整体的规划包装，然后我们再透过我们农村再生的这种微电影来做一些行销，放在我们的创柜板里面去做一个行销，然后我们把把一个整个的行销的这个链，把它串联起来，将来我们推出这种比较有特色的创柜板的农业，就比较新型的、比较有高价值的这样的一个农业，让我们的农村能够发展起来。那当然。这里面就会，比方说我们最近去屏东的时候，现在我们也有在，就是我们有这个休耕田有在种可可，那可可之后，他就把它做成巧克力冰淇淋、巧克力蛋糕，甚至巧克力的系列的产品。
那这一些可能都会是我们将来要去协助我们的嘉义县的这一些农业乡亲、农民乡亲去做他们想做的一些产业，比较有特色的产业。我们的客家乡亲，我也希望大家一起来利用我们农村再生的这个基金，然后发展出我们自己客家特殊的产业，甚至于我们也希望将来在创柜板里面也能够看到我们客家乡亲里面自己特有的这种产业能够变成创柜板的一部分，将来让我们很多客家的这一些年轻朋友、知识青年，他们愿意下乡来，一起利用农村再生，把它变成一个现代化的产业。在嘉义县这10几年来，绿大有些大于蓝这样子的版图当中，您试图要突围，那您怎么去说服乡亲？因为您的对手有执政优势，您怎么去说服乡亲？您跟您的对手有什么不一样？您觉得嘉义县现在最需要改变的是什么？我想，从浊水溪以南，绿大于蓝是我们普遍看到的现象。但是在嘉义县这一块地方，尤其是从基层里面，就从基层的这些民意代表，也都被被他们很深度的这种绿化了哈。所以我在这里的经营也相对的相当辛苦，但是我积了20几年在立法院从政的一个经验，我个人觉得，放眼今天台湾省的这种政治人物，其实像我这样当7届的立委，还在等当县长的，我想已经是没有了哈。就是我们看所有的县市首长，他们都是当了几届就立委就回来当县市长了。其实我从我7届的立委里面，我个人感觉到，我们在内阁制的国家里面，像我们是一个准部长的人选哈，国会议员是由部会首长是由国会议员去兼任的。那像我们这样7届最资深的立委，其实就是准部长的一个形态。我们看这样的一个经历，他在内阁制的国家里面，其实他是可以去组长一个部会的，也就是说他在推动一个部会的业务，其实他可以驾轻就熟的。那回到嘉义县，我个人觉得我更是容易的去做怎么样去做好县政规划的工作，这是第一点。我觉得在经验上面我是优于其他的候选人，甚至于优于我的对手太多了。第二个，我们嘉义县，一个是我们的财政是一个比较困难，因为它是一个农业县份，它是比较困难的。那现在嘉义县的财政，我们看从102年的总决算里面就看得出来，其实它的累计的债务已经110多亿，112亿以上了。那其他的它有从非营业循环基金或者从其他的这种特别预算里面，它又调度了20几亿的、20-30亿的这些资金来挹注。换句话说，整个嘉义县政府现在已经有140几亿的一个负债，等于是嘉义县总预算的整个年度总预算的总和。换句话说，它的债信已经破产了。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面对一个财政这么窘困的，又是一个财政濒临破产的嘉义县，如果没有一个预算的专家，如果一个没有办法碰到一个可以开源节流的县长，他怎么样去做这一些就是施政的优先顺序的一个安排，然后怎么样去照顾整体全民的利益，怎么样去做建设嘉义县的这样的一个宏图规划，我觉得都会产生很大的困难。所以过去立法院，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是国民党的预算专家，对于如何开源节流，甚至于将来怎么样去在有限的财源之下，我们怎么样去做安排，施政上的安排，其实都是我的专长。这个也是我觉得嘉义县民他应该要，就过去的每一任的县长只是一直在累积增加债务，他们不晓得怎么样去开辟他们财源，怎么样去开源节流。那今天嘉义县已经没有办法再举债了。那你如果说你还是一个墨守成规的一个县长来当嘉义县县长，那我想嘉义县就没有希望了。所以我们的很多指数都像幸福指数
或者是我们的财政能力都要排在全国的倒数。那今天如果是换我来当嘉义县县长，那我想整个嘉义县会不一样的，因为我会从我的预算专长，或者是我的财政的专业，我可以如何去开源，如何去节流，然后去妥适的安排整个施政的计划。我想嘉义县会是不一样的。这是第二点，我个人觉得我在今天的这样处境非常艰难的情况之下，我的第二个优势。第三个优势，我想我从政30几年到现在，我觉得我是经得起乡亲考验的一个候选人。我们知道这段时间，我们比方说，我们没有看到一个嘉义县过去的县长是在他任内会发生这么重大的、这么多的、这么重大的弊案的。比方说，我们看到他这个大埔美的开发案，在县长公馆里面，他收了厂商的3000万，被起诉了。比方说，他甚至用他的胞妹借调到县长室，然后泄露了这些评审委员的名单，造成很多的专家学者被起诉了，或者是被判刑了，甚至于他的妹妹也被收押4个月了。这种情形就是连家族都介入嘉义县政的工作，而且发生弊案，这个都是我们过去所没有的。那像我们最近又看到的，就是说大埔美，就是一个大埔美，他竟然花了3亿去种一些杂草，这些杂草基本上都是没有任何美丽美化的意义的，而且也没有让我们感觉到它有3亿的价值，甚至它也没有依规定去种的，这样的一个浪费的情形，在今天嘉义县的这个乡亲来讲，他们完全没有办法接受的哈。那这一些弊案，包括他过去姐妹连线所用一个收据去好几个单位去核销的已经被法院判决要还钱的，就只有台电，还不包括中油跟农委或者嘉义县政府的，他都已经被发现他过去的有重复核销的情形。我想这样的一个整体的状况来看，就从来没有一个嘉义县的县长，他在任内里面会发生这么众多的弊案，甚至于有很多的厂商，他们跟我提到就是说，他们经常要被募款的，经常要被募款的，也有很多厂商他们会觉得他们的有一些消防设施，每一次的这个消防设施，他们每一次要再做一些这个就是更新或者是说要重新做这些消防设备，都要花很大的大笔的金钱。那这一些在我下基层的时候，我都会听到很多的乡亲的呼唤，他们希望嘉义县未来的县长是一个可以让大家信任的，而且他的品德操守是经得起大家的考验的。所以我想30几年来，我在嘉义县，我的品德操守以及我对于个人的这种廉洁的一个要求，我相信我们的乡亲基本上会觉得，年底换人做做看，让翁崇金来主持嘉义县的县政，会是比较理想的一个人选哈。那尤其是我们嘉义县已经，像我们已经有13年都是在野了。那这13年来，嘉义县的乡亲，大家会觉得民主政治其实是要彼此互相良性的竞争，而且是要互相大家做一些努力去提出更好的、更让乡亲可以接受的这些意见。所以很多乡亲他们也会觉得太久的执政会让他们这个不再去努力，就会这个就是比较就是安于现状那就会比较没有创新。他们愿意给从军一个机会，让从军来继续带领不一样的嘉义县，从现在开始来改变嘉义县。未来我们也要彻底改变嘉义县的生态。我想年底我对自己的选举，因此我充满了信心，而且愿意上。